来看台美关税谈判，咱台湾半导体和科技公司会加投资美国2500亿美金。台积电敢会变做美积电呢？咱经济部是估算到2036年，台积电伫咧台湾的产能还有8成，免惊晶片产业去互美国搬走。若今日传讲台积电要伫南科和嘉义搁起4间封装厂。 台美关税确定，同时确定台湾半导体加科技企业会阁新增加对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，合代票7.9兆。进前几家传出台积电搁再到美国，搁再起5座晶圆厂，烦恼的甲台积电拢乌甲空空。最近一年是传出台积电2026年会伫南科甲嘉义搁再投资4座先进封装厂。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leading-edge and advanced packaging facilities in Taiwa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. 董事长韦铁嘉也伫发说会强调，因为产能真严，会斗阵来加大台湾甲美国厂的投资。台积电正伫台湾总共启用5个先进封装厂，伫进行的也有军创南科厂房改建封装厂，甲嘉义园区1期的2座。将来有希望搁再加入嘉义园区2期先进封装厂2座，甲南科3期2座。 因为目前先进封装厂的产能，就是尤其是 CoWoS 的产能，是完全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。实际上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台积电还将部分的产能，然后外包给细品去进行封装。台积电讲，建厂资讯以公开资讯为主。经济部也发文强调，根据布局规划，到2036年时，台积电伫台湾的产能占的比率有80%，美国呢占大约20%，宣布台积电的变做美积电的记录。行政院强调，台湾是头一个争取到232条款半导体加衍生品关税上优惠台湾国家。那韩国媒体真关心，专家也分析，南韩的感觉真大压力。但是其实真正的着眼点是应该讲说，无论是南韩或者是台湾，为了争取比较好的税率，我们要付出怎么样的一个代价？另外，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伫20对关税政策合法性来做裁决。毕竟是讲，一旦现行关税被推翻，会随来启动10%的临时关税，并且继续来研究是不是更加有法律恢复的国家远的路引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